我看这死了好了，干干脆脆，别再磨蹭，好不好？加油！不行不行不行！要是真的连一封信也没有留下来的话，这是什么意思？他一个纪念都没有，这样子对小弟太不公平了。反正这棵树也跑不掉，回来再掉，好不好？救命！救命！救命！放手！放手啊！放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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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放手！你放手啊！我只是考虑一下而已，别来带我走！不要啊！不要！我好像听到人家喊救命，他好像满身是血。不行，他会流血，又会叫救命的话，那这肯定是人，不是鬼。他放弃他在那儿不管的话，我为什么当宋师？我当宋师就是为了救人嘛。这样子的话，就完全违背了我当宋师的本意。不行，我不能见死不救。三娘，三娘，三娘，谁呀？是我。孟老哥，怎么这个时候来？难道……三娘，开门呐！在后门等我啊！要是让人看见，多不好意思。对，后门啊！好，快点啊！后门。开门！开门呐，三娘！喂，开门呐！哎，来了，别催了。哎呀，这么晚了，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看你急的一脸。鬼啊！鬼！什么鬼啊？你是谁呀？看清楚，我是三娘啊！你刚刚寄生回来吗？我这样不好看吗？你想干什么？你来找我还问我干嘛？这大晚上的，你不就是为了那点事儿吗？好吧，这样子，你跟我走，我再不走的话会死人的。干什么啊？长夜漫漫，用不着那么猴急。不，你听我说，再不走的话会有人死，我会有报应的。哎呀，我知道你会死，我现在全身发热，你帮我解了热，就不会有报应了。光天化日，竟敢私闯民宅！你快跟我走啊！不是光天化日，三娘，快走吧！是月黑风高，竟敢私闯我心爱女人的房间！哼，我呀，跟你没完！哎，你真的要跟我走啊？再不走的话，那个人真的要死了！我还不知道你喜欢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的癖好，跟我走！哎，不行，真的是不行啊！不行，你跟我走，是这边的，不是啊！救人！哼，我来杀人比较快。你说什么？你看，你把三娘吓成这个样子，三娘别怕，有我在。哎，你这死老孟，不要以为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占有三娘。老东西，你胡说什么？放手！不怕，放手啊！不怕的。哎呀，你俩放手了！你刚才说什么救人？长话短说吧，刚刚我在峡谷的树林里面看到一个满身是血的人，那时我没有救他，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赶快去救他的话，他肯定就快死了。三娘不要被他骗了，你走这辈子就完了。救人呢？那还不赶快走？好，等一下，你家里面有没有骨头肉之类的东西？要干什么啊？树林里面有很多狼啊，不带点东西喂他们的话，那我们3个人会成为他们的食物的。那就快去救人呐！
三娘啊，你先走，你先走。我是女人，为什么我带路啊？哎呀，你是大女子主义嘛，天不怕地不怕，一直都是独行独往惯了嘛。还有，你是大夫，大夫救的人很多，见的死人也多嘛。你功德无量，你做了那么多善事，鬼神都怕你的。你带路，你带路。哎，虽然你说的对，但我毕竟是女人，我还是会害怕的。你是大男人，男人本来就应该保护女人啊。你走在前面了。可是，整个定州的人都知道，我年纪大，肚子大，就是胆子小嘛。所以，哎，啊，东西，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通鬼神，3个当中嘛，你的胆子应该是最大的了。你带路，这树林这么黑，而且发现那个人的又不是我哪知道那人的位置在哪儿？还是你带路啊！你带路。对，你确定吗？对。怎么了？拿命啊！怎么了？好了，别叫了，再叫活人就被你叫死了。你看到的就是这个人，对吧？快把他抬回去，再不走，狼来了！哎，快！为狼，赶紧的，为狼，趁现在，赶快走！2、3、过来啊！什么？是朱天宝的吧？对，没错，就是他的。快，赶紧回去复命，走，去找侯大人。二哥，我觉得你跟若男真的非常般配，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二哥，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二哥，你有什么可犹豫的呀？我自认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继承王位，而且我也不喜欢过那种被束缚的生活。二哥，你胸怀天下，我觉得你才是继承王位最适合的人选。二哥，是你的，你就一定要争取，无论爱情还是事业，所以你不能退缩，我会帮你一起全力争取的。来，干杯！贤弟，我已派人下去找天宝的尸首，但并没有找到。不过倒是发现了一滩血迹和几块骨头，还有碎肉。看来应该是被恶狼给抢食了。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天宝的？好过心！猎人干嘛那么气愤？答应我的，不会伤害天宝。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好。你胡说！哼！再说天宝已经坠崖而死，后悔又有何用？再说你也脱不了干系，老王爷要是知道此事，一定会亲手杀了你，更别说什么继承剑兴王位了。帝王将相，从大使者不拘小节。试想当年李世民岂不是和你现在一样？等你王位加身，大权在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时，你会感激我侯某人今日为你做的一切？不需要什么王位加身。如果当年李世民有妇人之仁，
来的大唐盛世，如果让朱天宝继承王位，他不理政事，百姓遭殃，内心能平静吗？不要践行王位，都得对得起心爱的女人吧！你忍心让杨若楠和花花公子朱天宝成亲，婚后有花天子地质处寻夫，每日以泪洗面吗？我告诉你，事到如今，后悔也无济于事。朱天宝的死，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是他死亡的假造笔录，你拿回去好好看看。你父王或是任何人问起，到时候你就按照里面的内容回答即可。还有，如果你还想报仇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哎，三娘，哎，他醒了，他醒了啊！他醒了。命总算是续上了，但是全身多处骨折，可得养一阵子。还得找人照顾他呀。哎，你刚刚不是喂得好好的吗？你就留下来伺候他吧。不行啊，我还得赶回我那个算命摊子。你那算命摊子用不用按时去？就这么定了。那要照顾他多久啊？那要看他恢复的状况了。那我伺候他，我是不是可以住在这儿啊？想得美！你白天在这里伺候他，晚上滚回你的狗窝住。哎，你家才是狗窝呢，我回家也行。啊，要是3更半夜，他要是尿急了，或者是出宫什么的，我可管不着。也是，那你就住这吧。我回来了。哟，这是什么呀？怎么包的跟粽子似的？包得很难看吗？包了1个晚上呢。老孟啊，我就劝你别动手嘛。你以为你自己很内行啊？爹，今天怎么这么早？大家就都来这里了？我们1个晚上都没合眼呢。你们干嘛？包人啊，不，救人。这个粽子是谁啊？我们也不知道，从救回来就一直昏迷到现在啊。这个人来历不明，要不咱们报官吧？哎，报官不行。金刚刚刚惹上了官司，万一呢戒不办，抓住把柄不放，说人是金刚从山上推下去的，到时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我又没做什么，我怕什么呀我？哎呀，我是说怕万一。张半仙说的也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我们也不能这么一直养着个木头桩子吧？说不定他家里人正急着找他呢。可是我们总要等他醒过来再说吧。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清醒啊。这样吧，我们打听一下，看有没有人家里有失踪人口的。说得对，孟老哥，交给你了。我为什么不是他？嘿，哎呀，我还要照顾他呢。哎，来，哎呀，我说老孟，你怎么又来了？哎，我发誓啊，现在府衙是真没案子了。哎呀，我不是来找案子的，我是来打听一下最近有没有人家的后生失踪了，正在寻找啊。没听说呀。什么玩意儿？
督主，千户回来了。儿臣拜见义父。定州有何收获？启禀义父，那朱天宝已被我推下悬崖，尸骨未存。而朱天祥贪恋功名爵位，定不会将此事禀告给建兴王。在儿臣看来，只要我们帮他顺利继承王位，稍加点拨，即可为义父所用。建兴王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这朱天宝一死，他肯定认为原因不是那么单纯，必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对于这点，我早有防备，不用你多虑。我是怕出事连累督主。我做事干净利落，绝不会影响干爹。你还经常鲁莽行事呢。既然朱天宝已经死了，后事一定要料理好，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来。在朱天祥没有承袭的情况下，我们不宜和建兴王撕破脸皮。是，义父。天宝出事了。你说什么？他在定州失足跌落山崖，死无全尸。你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天宝早在京城的时候，就结识了一个定州女子，两人情投意合，准备私定终身。谁知道，这定州女子在定州已经订婚，只是尚未过门。那女子禁不住家中催促，便抛下了天宝独自，回到定州准备完婚。天宝知道了这个事情，便独自前往定州寻找，几经周折，终于到了这个女子的家中。两人幽会的时候，被女子的家人发现。女子的丈夫一路追杀天宝，夜深的时候掉入了细小的悬崖。找到他的尸首了吗？父皇，山势险峻，地形复杂，野狼成群。孩儿不想，只找到了这些衣物。老爷，这真是小公子的衣服啊！天宝父皇，是孩儿不孝，没能照顾好天宝，请您节哀。也累了，去歇歇吧。父皇保重好身体，孩儿告退。刘福在。刘福，本王觉得此案有些蹊跷。我儿素来机智过人，多少次危难都能脱身，怎么可能失足掉入悬崖呢？你速去刑部，让神探陆头风
到我这儿来一趟。是王爷，我马上去办。我的宝儿啊，你可不能有事啊！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好不好。被你抓回来，整天关在这里，我好得很。还生我的气？我能不气吗？如果我没回来，说不定我已经找到天宝了。天宝，天宝，天宝他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没事。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别这样吞吞吐吐的好不好？说啊！我去找过了。你去找天宝了？找了。找到了吗？没有。妓院、赌场去找了吗？找了。这个天宝，天翔哥，你好像很累的样子。我是很累，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好不好。看到你我就安心了。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臭天宝，这次躲的居然大家都找不到你，我就不信了，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年轻人，你是哪里人啊？你叫什么名字？你不是会算吗？给我们算算他叫什么名字啊？哼，他看你的样子长得凶，给吓着了。哼。半仙说：“你看我干嘛呀？你认识我吗？”半仙说：“你看这人，他怎么了？”哎，你呀，我说年轻人呐，啊，你都成这个样子了，眼睛还不老实，紧盯着姑娘干什么呀？啊，你想没命啊？小蝶，把药箱收拾一下，顺便清点一下里面还需要补上什么药。嗯，好的，师傅。父王啊，祥儿，刑部神探陆驼峰还记得吗？哦，参见二公子。陆大人，好久不见。啊，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呀，家门不幸啊，出了这等事。但是老夫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所以才劳烦陆神探亲自去定州一趟，复查此案。哎呀，小人怎敢担当劳烦二字？陆家两代承蒙王爷的恩情，肝脑涂地，无以为报。王爷请放心，小人一定彻查此案。还望二公子协查此案呐。祥儿，宝儿的事，
为父一直心中不安，希望你能配合陆大人，重新梳理此案，知道吗？是，父王。陆大人，有什么需要天相帮忙的，尽管吩咐就是。天宝的死，我也有很多疑惑的地方，不过相信有刑部、神探在，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清楚。二公子请放心，我想此事一定会麻烦二公子的。好，王爷一定要保重身体，我明日一早立即去查案。王爷，好，送送陆神探。请。二公子，您怎么了？我看到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这井里死过人吗？怎么会呢，二公子？老仆在建兴王府当差几10年了，从来没听说过这里死过人呢。再说了，咱们这儿可是建兴王府花园呢，即使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他肯定会绕着走的。您怎么了？是不是还在为小公子的事伤心呢？您可得多注意身体啊。你得喝药，不喝药怎么会好呢？来，喝药啊，喝药！你看什么？嘿，哎呀，你这个色鬼投胎的！哎，小蝶，过来，我是没法子了啊，怎么劝他也不喝，你来。好的，半仙叔。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怎么劝他不喝？哎，小蝶劝他，你看他喝了。乖，那以后就让小蝶多照顾照顾他。哎呀，查出了没有？哎呀，我们到过帮会，跟官府的人打听过，可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所以我真担心这个人会不会是通缉犯啊？你们看看，像不像啊？我看也不像。师傅，你说他会不会从高处摔下来，把脑子给摔傻了？哎呦，我说这位公子，你听得懂我讲话吗？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老王爷竟然叫陆驼峰出马，难道他怀疑你了？父王怀疑天宝的死和我有关系，派来刑部的人明显是对我有所戒备。就算是怀疑也不要紧的，要紧的是不能让陆驼峰在定州查到什么。如果他一无所获，我也有把握打消老王爷对你的最后一丝顾虑。那陆驼峰生命远播，就怕他查出什么。天宝的死虽然非我所愿，但毕竟还是和我有莫大的关系。一旦父王知道事情的原委，不知道他会对我做出些什么。虎毒不食子，况且剑兴王那么喜欢你，就算他知道，他现在膝下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也未必
会把你怎么样？虎毒不食子。我父王年轻的时候奉命平反，也算得上杀人如麻。你觉得以他的个性会对我手下留情吗？贤弟啊，你放宽心，这个陆驼峰虽然有些麻烦，但不足为患。定州那边呢，我已经安排妥当了，我也会亲往定州处理此事。如果他要问起这件事情的详情，你就将他推到定州府衙。我已经请示过义父，他已将定州知府调往柳州上任，其他的人事物我都安排好了。哼。这个陆驼峰，他只能是扑个空。就算他能查到什么蛛丝马迹，无非是再杀个朝廷命官。粽子，我去给你拿药啊。粽子，这个呢是苦的，这个呢是甜的。我让你猜，好吃的在我的左手边还是右手边？不许看哦。这样你都能猜对，服了你了。粽子，我待会儿要回客栈打理东西，一会儿半仙叔会照顾你吃药，你不许不乖哦。你放心吧，我去就回来。你这两个眼珠子再转来转去的，我就用手帕给你遮起来，让你变成真正的粽子。这还差不多。大果，我来看你啦。今天喂你吃好吃的青菜叶。你说他摔成这样，他爹娘知道了该多伤心啊！唉，真是可怜，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好。让我进去！杨姑娘，杨姑娘，哎呀，你听我说，这几天府里出了些事情，对呀，不太方便啊，谢绝所有人来往。是啊，你有什么事情，请过两天再来吧。府里出什么事了？让我进去！你不要为难我们。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进来的，怎么为难你们了？让开！杨姑娘，天宝，天香哥，发生什么事了？正如你看到的，天宝他死了。怎么可能呢？天宝怎么可能会死呢？这肯定是骗我们的。天香哥，他从小就爱捉弄我们，他不可能死的，他是骗我们的。若楠，你听我跟你说，天宝去了定州，掉入悬崖，他确确实实已经死了。怎么会死呢？棺材呢？怎么没有棺材？我们去找过，那是个悬崖，全是野狼，尸骨无存，只找到了一些衣服。不会的，我不相信。就凭一些衣物，你们就认定天宝死了？
没有失手就代表天宝没有死，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生灵堂主张天宝。若楠，你们都给我滚！给我滚！给我滚！出去！给我滚！滚呐！若楠，若楠，你别哭了，看到你这样，我心里更难过。天宝没有死，他没有死。你放开我，我要去找天宝，我要去找天宝，你放开我！杨若楠，他死了，他没有死，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要去找天宝，你不要拦着我！天宝。你这个女人怎么连蛇都不怕？天宝，你干什么呀？你说干什么？当然是为了躲开你了。我走了，拜拜。站住！走喽！多少思念化作尘埃，岁月容缩，人不在，心犹在，用一生感慨。拜拜。天宝，你回来，别闹了！过的对白，一字一句浮现脑海。冬去春来，等花开，等你来，等你用一生去爱。穿越千年的守候，只为与你到白头。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只愿今生再重逢。越千年的守候，画好没有啊？快好了。几度轮回几时空，不怕相思痛，只怕能相逢。你可不就长这样吗？不像吗？你站住！天宝，放开我！天宝，我不理你了。不怕相思痛，只怕能相逢。我答应，我朱天宝对着窗户发誓，答应若男做个三不男人，不许躲着若男，不许不理若男，不许欺负若男。那你有什么做到呢？天打雷劈！只为与你到白头，不怕相思痛，只怕能相逢，此生有你就足够。不怕相思痛，只怕能相逢，今生有你就足够。他恢复的可够快的，要是换别人，现在还是半条命了。是啊，总算是没有白救。我帮他的功劳最大。你叫什么名字？哎，你是哪里人？那你记得受伤之前发生的事情吗？不记得，我只记得小蝶，小蝶，你没事吧？对，你们认识啊？你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他？我不认识，不认识，我只是被师傅的医术惊呆了。他伤得这么严重，您都可以妙手回春。我还有一些衣服要收拾，我先走了啊。小蝶，
哎，我是小伙子，我们的名字你都记住了吗？三娘，孟老哥，张本仙，哎，小蝶他怎么走了？啊，奇怪了，我们的名字他都记得，就是记不起自己的名字。哎，你知不知道你家在哪里呀？你家人肯定急死了。我头好疼。不问了，不问了。我看他是得病了。什么病？那个叫什么失魂症啊？是什么症？那不成白痴了吗？这人。哎呀，那治好了有什么用啊？像木头似的，那白救了。哎呦，糟了！这样子我要在这里白养他多久啊？他呀，他是受了刺激，能活过来就不错了。其实他也怪可怜的。哎，他父母更可怜，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呀，在你随身的玉佩上发现有个宝字，那我们就叫他大宝了。大宝，这个名字不错，听着有福气，就叫做大宝吧。我是大宝，大宝，大宝，好。看，他是得病了。什么病啊？那个叫什么失魂症啊？什么症？那不就成白痴了吗？这个呀，那治好了有什么用啊？像木头似的，那白救了。哎呀，糟糕，真是！那我要在这里白养他多久啊？他呀，他是受了刺激，能活过来就不错了。其实他也怪可怜的。哎呀，他父母更可怜，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呀，在他随身的玉佩上发现有个宝字，那我们就叫他大宝了。大宝，这个名字不错，听着有福气，就叫做大宝吧。我是大宝，我是大宝。好。你是醉星楼新来的姑娘吧？什么呀？花名叫什么？你竟然当我是……姑娘，你别生气啊！你相信我，我们在梦中见过。小蝶，我不是粽子了吧？大国，你说那个人会不会就是那个坏人啊？如果真是他的话，我一定不能轻饶了他，我一定狠狠的把他揍一顿。你说怎么样，大国？我到底是谁呢？我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呢？我会不会不是人，是一片树叶呢？难道我真像他们所说，我是从山崖上掉下来的？可是我为什么会爬到山崖上面去呢？啊！我怎么一想，头就这么疼？哎，难道说我只是一个石头？喂，小蝶，你怎么打大宝啊？小蝶，我是看他从山崖上摔下来的，头部受到重创，失去了记忆。我想这样打击他一下，他会不会恢复记忆呢？这个办法好啊！哎，大宝，你想起以前的事了吗？
好像这个方法不太管用哦。那就试试别的方法呀。好啊。大宝，想起点什么来了吗？看来撞击法是没用的。有了，止息法。1、2、3、4、5、6、29、30。有没有想起什么来？看来这个窒息法也没有效啊。要不放弃了吧，不然他还没想起来就被咱们整死了。哎，不行，要坚持到底啊！大宝，想不想？好。大宝，你想起你是谁了吗？你们是谁啊？哎，看来惊吓法不仅没用，好像他的情况更糟更严重啊！不行啊！我来吧。若楠，若楠，我是天翔。哎，你说该怎么办呢？这都10多天了，他把自己锁在屋里边，也不吃也不喝也不说话，我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才请你来。师伯，您放心吧，我来劝他。那就靠你了。若楠，我知道你能听见，我也和你一样，吃不下，睡不着。若楠，我陪你聊聊天吧，聊聊我们小时候的事。那时候，我们还在上学。天宝很调皮，你也跟着不听先生的话。先生生气了，罚我们抄写诗经。你们偷偷在先生的椅子上涂了麦芽糖，把先生的衣服都粘住了。还有一次，那次是我闯的祸，我把父王的字画把画弄坏了，却是天宝替我顶了罪。以后还敢吗？若楠，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和天宝就如神上2星，一颗在西，一颗在东，一颗上升，一颗下沉。如今我与天宝生死两隔，也许都是命中注定吧。圣人说，死并不是终结，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是，天宝
就在那里，就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祝福我。若南，天宝已经去了极乐世界，那里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只留下我。我们在凡世，在人间体验着痛苦，可是我们必须学会忘记伤痛。那是对死者的怀念，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宽容。山西杜仲4斤2两1钱，1027文；浙江灵芝7两8钱，每钱46文，总共是……嗨，三娘！三娘！哎呀，天杀的，喊那么大声干什么？吓死我了！哎呀，连算盘都打错了。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啊，三娘啊，我今天早上上市场，看见有新鲜的鱼啊，特意给你买了一条。这个鱼呀，这个鱼皮呀，熬成胶，贴在你的脸上，起码少3根皱纹呐。你是说我很老了？哎呀，哪敢呐！想当年，那在10里8村的，谁不晓得杜三娘啊？秀外慧中，啊，就算现在你和金刚走在一起，哼，不认识的还以为你们是姐弟俩呢。哎呀，别油嘴滑舌了，讲那么多废话。正好大宝需要补补，我一会儿让小蝶炖了给他喝。哎，大宝，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你再仔细想想。这可怎么好啊？也不知道让他去哪儿，这得把他养到什么时候啊？唉，福建首乌3斤4两5钱。我给你带回什么来了？哎呀，你们都给我出去，还让不让人算账了？哎，又得算一遍。共8两银子0325文。大宝，你说什么？加上浙江产灵芝7两8钱，总共是8两银子0325文。净瞎说！我算了一上午的账了，也没算个明白。你刚刚坐在这儿听我念叨几句，就算出来了？哎呀，我跟个失了魂的后生，认真个什么劲儿？福建产首乌3斤4两5钱，每钱8文；山西产杜仲4斤2两1钱，1钱7文；浙江产灵芝7两8钱，每钱26文。真的是8两银子0325文。三娘啊，我们从外面捡回了一个活算盘呐。哎，什么活算盘呐？它有用啊，它能算账啊。大宝，15加上27，再加上358，加上69，再加上93，加上24，多少？186。他不是失魂了吗？怎么反倒会算账了？很可能啊，他那根筋呐，一摔开窍了。孟老哥，要不要出去摔摔看？包你开窍。好啊，你先，我跟着你。好啊。来啊！哎呀，你们别争了，我决定了，把他留在千金堂算账。半仙呐，他明明康复的好好的，你就赶快和他搬走吧。哼，主人都没说话，你说什么？马上搬！好，反正大宝住在这儿也不好，三娘也是个单身女子啊，依我看呐，大宝他应该搬到孟老哥的客栈去住。哎，我的客栈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你的家是用来招待闲人的，所以去你家吧。哎呀，你看你呀，三娘免费给大宝治病，我免费照顾了大宝这么久，你干什么了？你不会不仗义吧？反正你的客栈也没生意，什么人品呐？啊？好吧，那就搬到我家去吧。反正我家的柴房也蛮大的，他应该不会介意吧？爹，不行，我不同意。
杨大人，二公子，莫着急。若南姑娘只是悲伤过度所致，只要保证每天为她增加营养，每日喝些乌鸡参汤，半月之内就可以康复了。哦，听先生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带先生去账房，请。咱们先让他休息吧。好。睁开眼睛，谢谢天霸。若南，这个送给你，这个给你。小蝶，为什么你不同意啊？是不是大宝欺负你啊？哎，你看大宝多听话呀，他还能算账。哎，要不你来考考他？算账也太容易了吧？这样吧，我出3道题，你要是都能答上来的话，我就让你住在我家。好啊。什么东西可以向上爬，不能往下走，也就是上得去下不来？山羊。用你的屁股去想都知道，肯定不是山羊啊。那你说是什么？壁虎吧？不，猴子。猴子也可以下山啊。那一定是个奇怪的东西。哎，大宝，你想到没有啊？年纪，每个人的年纪。果然啊，对不对啊，小蝶？算你答对了。第2题可难了，你必须不喘气，读完4书5经。小蝶，这怎么可能啊？我说可能就可能。那我开始读了啊。啊，不喘气也能行？4书5经，4书5经，4书5经。我没喘气，我读了3遍呢。真聪明啊！你不要太得意了。我要你在大晴天里给我变出一条美丽的彩虹。啊，彩虹？这个比较难办。差不多就行了。大宝又不是神仙，哪能变出彩虹啊、祥云啊什么的，是不是？我不管，反正你要是完成不了，就不能住在我家。哎，我说老孟啊，平时看你憨憨傻傻的，怎么生出一个精灵古怪的女儿？想我仕途30年，自觉无愧于心，就是对若楠这个丫头疏于管教。天祥啊，你可别见笑啊！怎么会见笑呢？若楠对天宝情深意重，我也替天宝开心。我们3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互相了解，互相照顾。若楠至情至性这一点，正是杨大人教导的结果。天祥啊，你可知道，不管你会不会继承你父亲的王位，我都会把若楠许配给你。你人品端正，才华出众，不结阉党，那是老夫不二的人选。可惜，经此一遭，不知道你现在意下如何？天祥拜见岳父大人。
是不知道若男他现在是怎么个想法，对吧？起来吧，起来吧。哎呀，天翔啊，你放心，这段时间你多过来走动走动，等他身体稍微好一点，我再对他说。父母之命啊，总是会听的。多谢岳父大人。小婿铭记在心。好。小姐，小姐，是你啊，小翠儿。我刚才听见老爷和二公子谈话了，他们俩谈得非常投机。老爷还说，老爷说什么了？老爷说要把你许配给二公子。小姐，我自幼在杨府长大，小姐的心思我是一直能猜到一些的。二公子对小姐一往情深，可小姐喜欢的却是小公子。这个人偶是小公子10年前送给小姐的，在小姐眼里，它比任何金银珠宝都要珍贵。小翠儿，我需要你帮我个忙。小姐，你说吧，我什么都答应你。老爷，老爷，老爷，小姐她，小姐怎么了？小姐她开始吃饭了。真的？她一下子吃可多了，我都担心她撑着。走去看看。哎，若男，爹，吃饭呢？大小姐，这可都第3碗了。哦，爹，等我吃饱了，我想出去转一圈，消消食儿。然后再好好的睡一觉。好，出去走走也好啊。哎，慢慢吃啊，别一下子吃撑着了。哇，小蝶，你做的菠菜汤真好喝，我还要1碗。你不是说我做的汤好喝吗？那就都喝下去啊！哎呦，真是。小蝶，我饱了。我给你盛，你又不喝，你不是诚心的吗？真难伺候。金刚，喝吧。好啊。好喝。我要你在大晴天里给我变出一条美丽的彩虹。
虹。小蝶，小蝶，快来看，彩虹出来了！你看，哪里有啊？刚才还在呢，这么一会儿就没了。你又骗我！怎么会突然出现，又消失了呢？难道出现在阴晴之间？小姐，你今天吃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个啊？那当然了，我得去定州。过来，过来。这是我写给我爹的信，明天一早你交给他，就说是在我房间里看到的。小姐。马匹就在2条街外的铁匠铺，你路上要小心啊。小姐，给。你看，彩虹，哇，彩虹，好美。哇，好漂亮！小蝶，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只有太阳雨才会出彩虹。这下我已经解决了你的第3个难题，现在可以让我住柴房了吧？哎，笨死你了！老爷。小姐她……小姐怎么了？小姐她不见了。什么？小姐她给您留下了这封信。爹，见信之时，女儿已远在他方。知爹一直属意将女儿嫁于天祥，可天宝出丧，女儿自愿迟孝，请爹容以时日再做考虑。女儿身本无恙，请爹勿念，也请爹原谅女儿之任性。小翠，奴婢在。把这封信拿去建兴王府，交给二公子。是。二公子，陆大人已经在堂内等候多时了。陆大人，二公子，陆大人久候了。二公子，陆某这几日一直在仔细研究小公子的案件，此次前来就是想再询问一下当时的情形。陆大人，请问，天祥一定知无不言？那我就不用绕弯子了。二公子，当时在定州查案的，可是定州知府啊？当时正是我与定州王知府
一起彻查此案。如果陆大人不信，可以亲自前往定州衙门询问。相关文案我已经看过，和我们当初审问的结果一致。在京城与小少爷见面的那个定州女子，他们家在什么地方？还有她的婆家又在什么地方？那位定州女子姓张，就住在定州城西郊的张村。那位婆家也姓张。由于这次是天宝理亏在先，所以我命知府先缉拿了逼天宝跳崖的首犯张龙，不将此事闹大。哦，这么说，首犯张龙就羁押在定州衙门了？应该还在。我这个弟弟虽然生性顽劣，自小就让父王头痛，可他落得如此下场，我这个当哥哥的也……二公子节哀，陆某立刻启程前往定州，定查清此案。陆大人辛苦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在下配合，天下定当全力配合。好，在下告辞。这就是我家柴房。这里怎么住人啊？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为了给你腾地方，都让大果搬到我房间里了。你还想怎么样？大果是谁啊？大果，你说我是不是认错人了呀？他们性格完全不同。那个人是京城的小偷、坏蛋，可是这个大宝呢，他憨憨的，一副诚恳老实的模样。可是为什么他们两个长得这么像呢？你说的是千金堂里新来的那个唇红齿白的小后生吧？你说他长得像谁呀？你怎么来也不出声啊？吓我一跳！是不是好姐妹啊？是就告诉我。你说什么？他就是那个轻薄你的人，我找他算账去！哎，小点声！我现在只是怀疑，那个大宝从山崖上摔下来之后，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那个人。我觉得他就是装的。他为了追你，然后从京城嘟嘟嘟嘟嘟嘟嘟跑到定州来。哎，其实我觉得你被他亲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他人长得那么帅，又那么可爱，又不愿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多痴情啊！长得帅有什么用？明明就是个坏蛋。对，小蝶，他是不是坏蛋？我们可以试探试探他。好漂亮干净的柴房，这是宫廷级别。你是谁啊？你干什么？来 ，Let me feel you， 就是这样 ，I'm sexy， Do you think I'm so sexy？ 你身上长跳蚤了？哎，大宝 ，Are you from city？ 在这里，他们都叫我花仙子。There were many men who loved me to tell you the truth。我是最美丽的，我的身体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你这是要唱戏还是要请神啊？我的命！
说出来吓破你的胆。我就是专门捉妖的钟馗，特地来抓你这个又肥又丑的老妖怪。戏还没完呢，接下来是孙悟空3打白骨精呀！不是白骨精，我是狐狸精。哎，小蝶，我看你这个姐姐脑子好像坏掉了，她是不是也从悬崖上摔下来了？好可怜，那你快给她治治啊！快撤，快撤，快撤，走。哎，小蝶，我觉得她应该不是装的。像我长得这么标致美丽，如果遇到好色之徒，他们都忍不住想轻薄我、欺负我，然后爱上我的。哎，但大宝却对我无动于衷。哎，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你说的那种流氓。哎，莫小蝶，你怎么不开心啊？哦，难不成你就希望他是那个夺走你初吻的流氓？你可别乱说，千万别胡说，别人知道的话，当心我跟你绝交。哦。好，小蝶，我不说。小蝶，哎，金刚，我跟你说，你听我说。什么？说。啊！憋死我了！憋住了！憋死我算了，憋死我了！怎么样？好点没有？你找死啊！你们什么打人啊？你不是憋得慌，我帮你通通气啊！你才憋得慌！你才憋得慌！你才憋得慌！小蝶，别打人！你是打人是白痴！小蝶，你打我！你打我！谁在里面？我快憋死了！老孟在里面呢。他不是1个时辰之前进去的吗？是啊，进去一直就没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掉进里面去了。哎，老孟啊，你是不是活着的啊？吵什么吵？坏了，还蹲呐？我看你以后改名叫孟老蹲吧。哎，好了。里面还热着呢，等会儿。怎么？干嘛堵我呀？哎呀，你这股味道，你知道你跟那个一盆狗屎的区别是什么吗？什么？没有盆。没有盆儿。哎，那就是你骂我是狗屎，你找死啊你啊！你别跑！你别跑！你别跑！你有种你以后不要上我们家茅房，我们家茅房不欢迎你。哎，谁在里面呢？是我，等一会儿。哎呀，你怎么也这么慢呢？你也变成老蹲了？我的天，真是超级无敌臭啊！我在外面憋得要死，进去以后被熏得要死。是啊，这就叫茅房嘛。不行，我一定得想个办法解决掉它。我先进去解决啊。走好啊！
看看，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算命不要钱，免费卜卦，算命不要钱啦！算命不要钱的，那我算一个。瞧一瞧，看一看，算命不要钱。真的假的呀？哎，先给我算算呗。看看水果啊！大人，您看到什么了？刚才那个身影看着很是眼熟啊，莫非我看错了？大人，前面就是定州府衙了。好，火速前往。好，快，好，就。哎，大宝，你这是砸我的招牌呀！啊！哎呦，这个人还真的不是算命的，一看就不会。哎呀，哎，诸位，算一次2个铜板，2个铜板啊！哎，算了，哎，看看你刚才我一上来不是要算命吗？怎么都跑了呀？你看你呀，你这不是瞎搅和吗？你看，把我的客人都搅走了啊！什么？王知府调到广西柳州去了？可不是嘛！半个月前接到的调令，估计这个时候已经在南阳了。这个知府调离的还真是时候啊！师爷，小人在。前一段时间，朱天宝坠崖一案，你可记得？啊，那个事一直都是前任知府大人一手参与，小人们是无法过问的。不过卷宗还尚存在府内。哦，快取来我看。是。好。